唔少香港朋友想考摩托牌，點知要先學1年車，筆試等2-3個月，路試又要半年，拎啲牌要1年，正式牌仲要等足1年，又難又貴，仲容易受氣。其實想圓摩托夢，唔使喺香港慢慢等，深圳呢邊就有好醒心嘅選擇。呢度有超清晰嘅2日考試全流程，9點深圳福田口岸集合出發，專車點對點接送，唔使自己揾路。11點直達考場。熟悉環境唔使慌，11點30分排隊體檢、拍照，前期準備一步到位。13點食個地道午餐，充電先。14點教練詳細講解注意事項，仲會演示路試要點。15點學完自由練車，仲有粵語教練全程指導，有疑問隨時問。17點返程香港，1日充實體驗落嚟，基本操作都摸清晒。9點再次集合，專車接送直達考場。11點複習科1科4理論題，鞏固重點唔使愁。12點機考，題目都係平時練過嘅類型。14點30分路試環節，流程清晰規範，順利完成。16點完成所有考核步驟，踏上返程準備。17點專車送返福田口岸，返港。科1科4多做習題就掂，科2科3實操唔複雜。電子考公正透明，新手都唔使怕，只需帶同回鄉證同大陸電話號碼就可以報名，唔使再等成年半載。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找我，很樂意為大家解答。